你係咪一直深信，打響指嗰下，清脆響亮嘅聲音，只係因為你兩隻手指快速摩擦而產生出嚟呢？呢個動作簡單到我哋幾乎每日都會做，但你真係了解佢背後嘅科學原理咩？準備好顛覆你嘅認知未？如果我話你知，呢個係一個流傳咗好耐嘅誤解，而真正嘅答案，比你想象中更加不可思議呢？最新嘅科學研究，終於揭示咗響指背後隱藏嘅驚人物理學秘密，佢嘅真相絕對會令你大開眼界。原來，響指發出嘅獨特聲響，並唔係直接來自於手指皮膚嘅簡單摩擦，而係一種迷你嘅音爆現象。當你拇指同中指以極高速撞擊，並瞬間劃開嗰一剎那，會喺極短時間內將中間嘅空氣強力壓迫，繼而迅速形成一個微小嘅低壓空腔。正係呢個空腔嘅突然閉合同空氣嘅回填衝擊，先至真正產生咗我哋聽到嘅嗰種清脆爆裂性嘅聲響。呢個發現唔止顛覆咗我哋對呢個日常動作嘅理解，更展示咗微觀世界中令人驚嘆嘅物理力量同巧妙嘅能量轉換。